里面，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，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，挂1个月、半个月再取消，再换衣服，1个月再换衣服。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的想法就是，我们的每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，他的欣赏水平、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。他来画画的时候啊，完全不同。戒多识广嘛，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。看得多了，他就想法都不同，是吧？所以经典名画，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， 把100幅名画弄好，谁做的，还配了音乐解说。你看，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啊，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，我们完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。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。第4大内容，经典美术。经典美术，美术呢，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。第一，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。王羲之的这个等等，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，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，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。还要邀学生欣赏，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，要学生欣赏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。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？1年级啊，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，是吧？把墨啊放在桌上，一下就倒掉了，一下倒掉了。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益阳的英在学校的，哎呀，我伤透脑筋，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，就是小学，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，是吧？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，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啊，2年级、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。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，我就不讲了，大家再说。第5，经典武术。经典武术我就太极、拳、刀、剑、棍，我认为都要教。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，拳嘛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，教那个广播操，毕业以后哪个做？有用处吗？有用处吗？半点用处都没有，是吧？那个太极，你看终身有啊。武术，你看长大了，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，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，是吧？你又灵活，力气又大，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。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，学生个个能文能武，我叫做德才兼备，文武双全。怎么文武双全啊？是吧？我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，有身稳绝技功夫。我们走到各个国家，人家不敢碰我们了，碰我他碰一下去3米远就倒掉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民族啊，这么累要强健，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，他来碰我的了，碰我他自己倒的。我们中国有学经典，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？我又把他扶起来，对不起啊，你碰了我，对不起，你摔倒了，我把你扶起来。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，好吧？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啊？好。第2，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，怎么来读？安排什么时间读？到底读多少时间？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。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一些模式。第一，
每周背诵一句经典，每周只背一句，全校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一句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。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一句，效果也很好。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，你就知道湖南省第一中，而不是哪个县市的，湖南省第一中，每周一句经典。他的高中毕业生95%考重点大学，记住吗？95%考重点大学，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，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。一周只背一句经典。第二种模式，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。每天，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、私立学校，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。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了，是吧？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，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啊。第三种，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，或者20分钟都可以。他上午上课吗？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吗？上课前读20分钟，读半个小时也可以。第四种，有些读技术的学校，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，20分钟都可以，是吧？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，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，要保证。第五种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一路小学，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。八一路小学在03年开始，03年，今年9年啊，快10年了。这个八一路小学呢，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，每周就是1节课，看效果怎么样，是吧？你昨天听了八一路小学的吗？他原来这个只有2-3亩地，一个小小的学校，政府要关掉的。结果我去把它指导读经典啊，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协进单位，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，每周只读了1节课，9年变成第1，你看好不好？是吧？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，学生写的文章，是吧？学生的礼仪，现在我加了一个，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开笔礼、晨统礼做得很好，家长高兴的不得了。开笔礼就是话语，晨统礼就是教化，就是话语教育。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，学生就终身难忘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，准备在7、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哪6大礼呢？开笔礼，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、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，开始进学校了，也叫做进学礼，也开笔礼都可以啊。晨统礼12岁，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，学生感动得不得了，家长个个热泪盈眶。这就是教化，不要你就至于20分钟，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，是吧？第3个礼成人礼，第4个礼生日礼。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，中小学生啊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，有效果吗？啊，害了小朋友。生日礼啊，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、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？没有。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。3礼：周礼、易礼、礼记、
叫做三礼之学。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，一部著作都没有。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三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！我是要求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，每个中国人都要读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把它整理，你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易礼》太难读了，所以我们正在整理，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，是吧？然后再来培训老师，老师再来做，是吧？生日礼，还有一个什么礼啊？拜师礼。我们拜师礼失权了，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？他没拜过老师，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，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。拜师礼我现在在长沙古镇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，拜师要有个环境的，是吧？不能搞封建，过去那么太繁琐的，是吧？我们搞简单的，都是高雅的，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，但是他终身难忘。举行拜师礼，还有一个礼，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，叫做结婚礼、婚礼、结婚礼。就是结婚你看搞的是，哎呀，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，我别再看别想，那越搞越别味了。那个新郎新娘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，是吧？都是我们这些老师校长没水平，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，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，专门培训，全国培训我们和台湾、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，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，好吧？一进行这个婚礼，2个人换了一个人，变了一个人，是吧？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，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，怎么尊敬，怎么信任。现在他那几个动作那是水平太差了，没半点文化我讲第5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。第6，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，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。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，一个时间来不及，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修个桥呢，有一段路不好进去路没完全修好，就是150年的书院，出了76位名人，考黄埔军校52位，破烂不堪。我找了几个弟子花了500-600万把它装修出来现在那个学校学生还只有3年，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，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，杂草丛生。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，报名的超过800人，是吧？只能容纳200多学生。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，要修2栋宿舍我就安排大概11号13号就动工动工马上修2栋楼，大概容纳400人住宿，那个住下都是带卫生间的，都非常漂亮的。那样的书院学经典好的不得了。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，包括那个镇113所小学倒数第1，这个成绩倒数第1。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，开除的不要的，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。来了以后，1年数学第1名，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，一个第5名，2年3个第1，
你看近代教育的好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，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。我下半年在晋港古镇办这个小学，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。从幼儿园，我是晋港古镇这里设计的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到教师师资培训，是吧？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，是吧？来研究，来探索。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，有7到8节课的。有些朋友就提出来，刘院长7到8节课，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。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，不学数学，4年级在学，4年级、5年级、6年级3个年级，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，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，是吧？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，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+1等于2，1+2+1等于3，浪费儿童的生命，是吧？